特定的地方要不要公布，我们其实也不知道。所以就这个部分，我们希望中央给一个地方政府一个标准的 SOP。有一个公务同仁曾经泄露过相关的轨迹，也被惩处甚至调职。所以到底公布的项目跟内容，其实从中央到现在也没有直接给我们一个 SOP， 说什么时候什么东西你要怎么样公布。一名确诊案例出没在6个地点哦，那这个6个地点是否有意要公布吗？另外，针对就是中央授权地方公布各个的消毒地点，但有些地方政府是连就是你全程戴口罩，然后他出没在这个地方也公布了。那我不知道说这样会不会引起这个过度的恐慌？那这样公布一个标准，是不是由中央来定定会比较好？2个问题麻烦。从昨天到现在，很多的媒体朋友都一直在问我们地点的问题，因为从疫情一开始到现在，其实公布都是由中央。那地方政府，包括大家也知道，我们之前也有一个公务同仁曾经泄露过相关的轨迹，也被惩处甚至调职。所以到底公布的项目跟内容，其实从中央到现在也没有直接给我们一个 SOP， 说什么时候什么东西你要怎么样公布。那看到中央的一些他们的规范，就是他们认为有不确定的，他们才要公布，提醒大家。那已确定的目前都没有公布，那我们也很困扰。所以，我们第一个还是希望中央是不是有一个，如果要地方政府公布我们的 SOP 是什么？今天早上跟市长讨论也在讨论这个问题，就到底要公布到什么样的内容可以公布？你看台中跟高雄公布的又不一样。第二个，台北市的部分，因为我们只有一例。这一例他的行踪其实非常的明确，他其实就是回到左营之后，他就回到台北，然后他有去见了他的女朋友，跟他碰面，然后有做一些公共运输，但在过程中他全程都有戴口罩。那只有去到一个地方，就是他在吃饭的时候，他跟女朋友去吃饭，在4月17号下午3点到4点。他们骑摩托车到桂林路的家乐福真鲜的餐厅吃饭，那一天只有那个时候拿下了口罩，但是他没有进家乐福的卖场，就骑车走了。也就是说，唯一大概可能会有暴露没有戴口罩的情况，只有这个时间点。其他坐公共运输相关的跟女朋友一起去的地方，他其实都戴了口罩。那目前为止，女朋友跟他接触的人总共有25个人在台北市居家隔离，目前状况是这样。但是因为他是下午3点到4点钟在这个地方吃饭，那因为他们的具体的内容，我们还是需要去实地的了解一下，甚至可能要看一下监视器。所以就这个部分，我们认为这个是比较有可能有一些风险的地方。但其他的部分，如果大家还想要知道他去的6个地方，其他都是非常特定的，对象也都很明确。最重要是他全程都戴了口罩。那到底这个需不需要公布，我们可能还要请中央给我们指示啊。如果每一个地方都得公布的话，那有一些特定的地方要不要公布，我们其实也不知道。所以就这个部分，我们希望中央给一个地方政府一个标准的 SOP。那另外就是目前为止看起来各县市24例，不是每一例都被公布了，所以就变成是有些县市有公布，有些县市没公布。第二个是不是还有跨县市的？其实我们目前为止也没有接到其他县市通报过来说在台北是另外的轨迹，所以我们也无从公布起。所以综合以上，就是这24例的全国足迹应该是由中央统一来处理比较妥当。